国民健康署分析110年6岁以下儿童死亡的原因认定讲其中有19个人应该是会当预防的案例，所以嘛专家提醒家长一定要准备好儿童的汽车安全座椅，嘛教讲安怎正确安装来保护囡仔。 安装呢，针对2岁以前的宝宝，我们是采用后向式的一个方式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主要是来自于去预防我们宝宝的颈椎还没有发育完全。专家讲解安汽车安全座椅要注意的代志，提醒爸母2岁以下的囡仔，以后一定要按后倒的方向，要买有检验合格漂式的座椅。 而且，确认囡仔下安全带了后，爱留一个镜头会当撑过的空间，嘛袂当伤暗。那我们在4岁以下呢，就是要乘坐这种安全椅。那4岁以上的一个孩童的一个部分，那就是可以依据他的一个身高，如果他还不能够直接系附安全带的孩子，都要使用安全座椅。国健署分析110年交通的案件内底，6岁以下囡仔死亡的原因，认定其中19位是属于会当预防性的案例。 其中2岁以下的红婴仔，颔骨要真烂，所以就爱用汽车安全座椅。如果大人在适当的安全带的保护之下，可以免于的伤害，在小朋友没有被保护到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。2岁以下，因为小孩子的成长，特别是在脊椎、脑部相关的一些构造都还没有非常完整。如果一个紧急刹车，甚至于车祸的话，就很容易造成小孩子的一个伤害。国健署特别呼吁要做爸母的人，在囡仔出事之前，就要准备好合因年龄的汽车安全座椅，尤其是在囡仔成长的过程当中，都要正确安汽车安全座椅，确保囡仔坐车的安全，快乐成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